喺 Santorini 搭咗1個鐘頭嘅飛機，我哋就嚟到希臘嘅首都雅典啦。唔知道你心目中嘅雅典係點嘅呢？奧運嘅發源地、哲學家柏拉圖，定係巴特隆神殿啊？我心目中嘅雅典就有雅典娜女神啦。今集就等我化身成為雅典娜女神，帶你一齊睇下真實嘅雅典，探下住喺度嘅香港人，了解下佢哋嘅衣食住行，同埋同大家推薦喺雅典入邊3個最值得去嘅景點啦。大家好，歡迎翻到嚟我嘅 channel， 我係 Janine， 英倫移民嘅創辦人。呢個 channel 除咗會分享英國同埋歐盟嘅移民資訊，亦都會分享各地嘅移民故事。第一個最值得推薦嘅景點就係位於雅典市中心嘅呢一個廊山啦。上到嚟咧，你可以睇到360度雅典嘅景色噶。如果你喺黃昏嘅時候嚟咧，仲可以坐喺度飲杯嘢，食個雪糕，睇埋日落添啊！呢度咧仲會咧有一個藍白色嘅教堂啦，影相咧都真係好靚噶。咁咧選擇上嚟嘅方法咧，你就可以 either 係行樓梯啦，或者咧好似我哋咁樣咧搭 cable car。頭先咧仲好似穿越咗個時空隧道咁樣啊！第二個嚟到雅典最值得推薦嘅行程咧，當然咧就係衛城啦。衛城咧本身咧其實係一個文化遺產嚟㗎。由山下面行上嚟，如果認真行嘅話咧，其實都可以行到幾個鐘頭嘅時間㗎喎。首先你會經過嘅咧就係一個嘅劇場啦。咁咧佢當中咧可以容納到5000人。夏天嘅時候咧仲可以坐喺度咧睇交響樂㗎，其實都幾震撼㗎。然後咧你再行少少咧，就會嚟到我而家最 signature 嘅巴特隆神殿啦。嚟巴特隆神殿咧，我自己覺得咧最好嘅時間咧就係日落啊，好似而家咧大概6、7點嘅時間咧，咁咧啲光咧咁樣灑落嚟咧，就好似閃靈靈，就會好靚啦。而大家嚟到咧，建議咧可以咧着一啲淺色啦或者白色嘅衫啊。主要嘅原因咧係因為咧夏天咧其實都幾熱啦，二來咧就係咧着白色嘅衫咧企喺度打卡咧都好靚噶。你見到咧好多女仔咧都係着到白色啦，成個希臘女神咁樣樣嘅。第3個喺雅典最值得推薦嘅行程咧，就係行下呢度嘅市集同埋手信街啦。嚟到雅典咧，我自己咧喺度咧都買咗唔少嘢喎。咁有3樣嘢咧，我都可以推薦俾大家嘅。第一樣咧可以買嘅咧就係呢一度嘅手工嘅飾品啦。好似我咁咧就買咗呢一個嘅雅典娜女神嘅頭箍啦。而第二樣咧最值得買嘅咧就係佢哋嘅橄欖油嘅產品啦。話說咧呢度嘅本地人同我哋講咧，佢哋呢一度咧只係覺得咧自己有2種油嘅啫。第一種咧就係汽油，第二種咧就係橄欖油啦。可見咧佢哋咧其實都係幾 proud of 佢哋自己國家出產嘅橄欖油㗎。嚟到咧你會發覺咧佢哋用橄欖油咧係製造咗好多唔同嘅 product 嘅喎，例如係番梘啦、hand cream 啦，甚至乎咧係我哋咧喺酒店嘅時候用嘅洗頭水啊、沖涼液咧，其實佢都係 make with olive oil 㗎。第3樣咧最值得買嘅咧就係一啲咧印有希臘圖案嘅一啲嘅藝術品啦。我自己咧就喺度咧買咗幾幅希臘嘅畫啦，好靚啊！諗住咧翻去咧可以掛喺屋企啦，同埋 office 啦，亦都買咗呢度嘅砌圖啦。咁翻屋企咧就可以繼續將我對愛琴海嘅呢一份喜愛咧慢慢砌翻出嚟啦。另外咧我都有喺度買到 postcard 啊。平時咧嚟旅行咧我都好中意寫 postcard， 就好似咧你可以咧將你掛念嘅朋友咧將佢擺埋入去你嘅旅程一樣。雅典娜女神行完景點，買完手信，而家有啲肚餓啦。咦，原來咧雅典呢度咧都有香港人開嘅餐廳㗎喎。今日咧我哋咧喺雅典咧搭咗大概係5分鐘嘅的士咧，就嚟到呢一間香港人開嘅餐廳啦。原來咧佢都已經開咗有6年嘅時間啦，真係咧好神奇啊！我覺得咧去到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咧，都遇到有香港人，亦都咧遇到佢哋好熱情嘅招待啦。咁咧今日嚟到咧，我哋食咗有乾炒牛河啦，好有鑊氣，我覺得好味過喺倫敦食到嘅乾炒牛河啊！仲有咧呢度嘅火鍋添啊，可以點到牛肉啦、羊肉啦，同埋咧唔同嘅菜啊，真係好好味啊！
嚟到雅典嘅市中心咧，我哋入咗嚟一間好特別嘅童話故事嘅餐廳啦。咁我隔離呢一位咧就係來自香港嘅朋友 Unique 啦。Uni 你好啊，係你好，你係我第一個喺香港識嘅香港朋友啦。係，知你本身咧就係住喺 Santorini 啦，咁而家就住緊喺雅典啦。係，講下你一開始係點解嚟呢度啊？因為其實我男朋友係希臘人嚟嘅，咁所以我搬嚟呢個國家咧都係為咗佢嘅，係啦。如果唔係嘅話，我諗我未必考慮生活喺呢個國家。不過我之前識佢之前咧，其實我有 Santorini 嘅一個 summer season 咧，就做一個潛水嘅 intern，咁所以變相我就喺嗰度認識咗佢啦，同埋去揾到原來希臘係可以潛水嘅喎，咁樣之後就開始喺 Santorini 呢個島度教咗2年嘅潛水啦。可唔可以講下呢個潛水嘅生涯啊？呢個潛水嘅生涯非常之精彩啦，因為其實我哋主要喺 Santorini 教咧，基本上99% 嘅客都係遊客嚟嘅。咁其實有一個好處嘅就係我哋每一日對嘅人都唔同啦，咁所以變相佢哋都會即係冇咁悶啦，簡單啲嚟講。同埋佢都嚟自唔同嘅國家啦，咁變相有陣時我哋可能潛水之外都會可能一齊出去玩啊，咁大家會交流下唔同嘅文化都非常之好嘅咁樣。咁即係下次我哋嚟 Santorini 都可以揾你教我潛水喎。係啊，冇錯，Santorini 之外所有島都 OK。咁點解而家又搬咗嚟雅典咧？就因為其實我覺得都 Santorini 都留咗幾年啦，咁其實我本身就諗住得一個時候去轉變啦，諗住第2年就去第2個島，但係點知咁啱有個朋友生咗 BB 喎，咁佢話可唔可以幫我湊下 BB 啊？咁跟住我就將潛水呢個工作暫時暫停，咁就變咗去湊 BB 先咁樣咯。咁你覺得啦，即係由香港搬咗嚟雅典都住咗即係好幾年嘅時間啦，你覺得喺適應上面覺得係點樣啊？非常之唔適應。而家都係啊？而家叫做好啲啦，當初真係非常之唔適應。我覺得係痛苦嘅，因為其實如果要同香港比嘅話咧，香港因為所有嘢都好快速啊，但係希臘咧係慢好多倍，同埋俾我感覺係希臘好似落後咗15至20年咁樣啦，咁所以變相所有嘢都唔係好先進發達啦，同埋所有嘢都物價好貴啦。例如話我想買嘢，咁其實因為佢哋呢邊每樣嘢都要交稅嘅，你買個蛋、你買隻橙、你買個蘋果，你都要交稅嘅，13至24% 稅。咁所以我就會覺得哇，好貴啊呢度啲嘢，同埋呢度嘅人工同時間亦都係比即係如果我喺我香港嘅人工對比啦，係少3倍，但係啲嘢就貴2倍。咁所以其實所有嘢都唔成正比嘅，咁一開始我就會覺得哇好痛苦啦，一嚟經濟上啦，咁二嚟因為我要去申請居留權啦，去交一啲嘅文件啦，係非常之慢嘅，同埋會錯漏百出嘅。咁可能有啲人，可能其實我咁啱上2個禮拜我先至真正拎到我張身份證，咁但係其實我已經等咗3年先有呢張身份證咯，咁所以變相所有嘢都好慢咯。如果係一個咁發達同埋咁快嘅城市，突然間搬咗我哋呢個咁 lay back 嘅城市嘅話咧，其實真係唔係一件容易適應嘅事嚟嘅。咁你覺得文化差異上啦，即係除咗你話可能佢哋嘅效率比較慢之外，你覺得可能融入當地嘅社區容唔容易啊？對於你嚟講，對我嚟講冇乜問題嘅。因為同埋因為其實呢一個城市其實本身一嚟已經有好多華人居住啦，另外仲有好多其他國家嚟話巴基斯坦啊、土耳其人啊、同埋阿爾巴尼亞人最多嘅，咁所以變相都好國際化，叫國際化啦。因為唔淨止呢一個得希臘人係即係唔淨止主要得希臘人啦，咁所以變相對我嚟講都融入得比較快嘅，同埋我都比較中意 social 嘅，咁所以對我嚟講都比較適應比較快啦呢方面。你話呢度有華人啦，咁佢呢個華人嘅 community 係多唔多㗎？即係譬如話可能有香港人啦，我知道有香港人開嘅餐廳啦，咁係有幾大啊？呢個社群？如果你話香港人嘅話咧，計我所知，我所認識嘅咧，大概得4-5個嘅啫。咁可能有其他啦，但係我就唔知總數幾多。但係我覺得我喺啲雅典嚟講咧，應該都唔超過10個嘅，因為好老實，希臘並不是香港人移民嘅首選啦，咁所以變相比較少啦。咁但係你話中國人嘅話咧，就真係非常之多啦，因為你會見到好多中國人喺呢邊做貿易啦，即係好多產品其實都係中國入口嘅，咁所以變相交接各方面嘅中國人開呢間貿易店之後再賣翻俾當地嘅人再去買嘅，咁所以變相中國華人社區咧就反而比較大嘅。但係我自己咧就冇太去踏入呢一個社區啦，我只係識一小部分嘅中國人，咁就有開餐廳啊，或者有開珍奶店咁樣咯。係咪啲人嚟到即係譬如話中國人啦，可能都係做一啲旅遊有關嘅嘢，旅遊啊、飲食啊等等啊，可唔可以話係呢度嘅主流嘅一個行業？開餐廳嘅反而做貿易嘅比較多。開餐廳嘅比較少，以我所知喺雅典開餐廳嘅大概可能10間左右以內嘅啫。咁但係貿易真係好多，因為佢哋有一個叫做中國城嘅一個 area 啦，咁嗰度係超級多嘅貿易店啦，同埋或者佢哋賣批發嘅鋪頭咯，都係中國人開。
咁嚟到生活咗幾年，你覺得對於你嚟講，可能最難忘嘅經歷係啲乜嘢啊？最難忘嘅經歷就係佢哋嘅節奏非常之慢啦，大家都係咁講啊。係真係呢個真係好難忘，因為其實佢係有好有唔好啦。好嘅方面就係你會真係可以享受到呢邊嘅生活，要跟佢哋學習點樣去享受啦。而唔好嘅方面就係當你需要去處理呢啲事情嘅時候，真係慢到你真係會好嬲好嬲。我有例子啊，咁話說我間屋裝修啦，咁我就揾師傅過嚟幫我鋪嗰啲膠地板啦，跟住佢哋係可以遲好耐先至過嚟鋪啦，或即係話鋪2日啦，點知係鋪到過年都未鋪完啦，跟住仲要係未鋪晒之後成隊添走晒人啦，跟住呢啲情況其實基本上係會好常見嘅，即係其實佢講話可能2個月裝修啊，最後尾其實可能要半年至1年嘅時間先至完成啊，呢件事就會令到你如果你有一個預期日期去完成嘅話，其實就會有可能去影響到你成個進度咯。咁對於一啲如果真係話考慮想搬過嚟長遠喺希臘度住啦，無論係雅典啦或者小島啦，你覺得有咩建議俾佢哋啊？咁首先嘅就係一定要適應到呢邊嘅慢生活啦，同埋一定要接受到呢邊啲人我好老實啦，我會講係好食懶飛嘅，即係唔做嘢嘅，或者係做啲唔做啲嘅。佢哋因為佢哋主要都係享受生活啊，點解要咁忙碌咧？咁樣一定要接受到呢樣嘢，你先至好搬過嚟希臘。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中意環境嘅話咧，小島真係一個非常之好嘅選擇，因為對我嚟講咧，小島係非常之靚嘅。如果呢嗰啲大自然嘅景色咧，都係香港揾唔到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反而係中意城市化啲嘅話咧，咁我就建議留翻去香港啦，因為香港真係好先進同埋好發達。但係反而你搬咗過嚟之後咧，雖然雅典係首都啦、大城市啦，但係其實所有嘢都係比較落後嘅，就可能適應上面就比較困難啦。對於你嚟講啦，即係你住過 Santorini 嘅小島啦，又住過即係雅典嘅大城市啦，你自己揀，你覺得你中意邊樣嘢多啲啊？好老實，我都係可能真係會揀翻雅典嘅，因為喺小島上面，雖然你擁有嘅係環境，擁有嘅係舒適或者係慢節奏嘅生活，但係問題係當你去處理啲事上面事情上面嘅時候咧，就反而可能揾唔到人幫手啦。例如話可能一啲物料我想裝修間屋未必揾到啦，你可能都要係由雅典度運翻過去啦。或者可能有陣時你要睇醫生啦，醫療係一個非常之大嘅問題。即係如果你想生 BB 嘅話，其實你都係要由小島搬翻過嚟城市區先至可以生到 BB， 或者係睇醫生睇專科嘅。咁所以變相小島嘅話，如果你唔病冇咩事情特別事情發生嘅話，係非常之適合。但係如果你話原來係需要有啲完善啲嘅醫療配套或者係交通設施嘅話咧，咁始終都係城市化雅典會比較好啲嘅。好啊，咁好多謝晒你今日嘅分享啦！希望咧你喺雅典咧繼續咧係同你嘅男朋友啦開心過你哋嘅生活。好多謝你 ，Thank you。